會用曲折嚟形容今次嘅亞錦賽。我用大開眼界。我對自己講，唔可以放棄，一定要繼續打落去。我哋閃避球有10個隊員咧成功入選咗中國香港代表隊。我想證明我哋學校都有能力打入香港隊。我會對自己講，一定要全力以赴。佢哋入選咗咧中國香港 U13閃避球代表隊，喺5月份代表中國香港出戰曼谷嘅亞錦賽。經過與強隊嘅激戰之後咧，最終獲得亞錦賽嘅殿軍。從學校嘅操場到國際嘅賽場，孩子用行動話咗俾我哋知，只要我哋俾一個舞台佢哋就能夠勇敢地發光發亮。喺梁聖德學校，我哋一直都致力嘅為每一個學生提供機會，讓佢哋能夠揾到適合自己嘅學習平台，喺唔同嘅範疇盡情嘅發展所長。我哋會繼續嘅為每個孩子創造更加多嘅可能，讓佢哋喺呢度自信成長，閃耀未來。